2025至2026年度英超第16輪，晏菲路上面上演利物浦對白禮頓嘅焦點大戰。今場波嘅背景、戰術同數據都非常有得講。賽事係利物浦對白禮頓，開波時間係2025年12月13號星期六夜晚，香港時間11點。地點就梗係喺利物浦主場晏菲路球場。主球證係普神 Craig Pawson 呢位英超熟面口裁判。呢份報告想集中講清楚一樣嘢，衛冕冠軍利物浦而家陷入咗一個好嚴重嘅泥沼。佢哋喺聯賽只係排第10，淨係得23分，可以話係近年最嚴重嘅信心危機之一。領隊史洛同陣中王牌沙拿關係破裂，成個更衣室變成一個隨時爆炸嘅計時炸彈。另外一邊，白禮頓就喺英超史上最年輕主帥靴士拿帶領之下，打到排第8，而且迎嚟核心翼鋒三線分復出，整體氣氛完全唔同。所以呢場波唔單止係積分榜中游嘅卡位戰，更加係兩種完全唔同情緒嘅正面衝擊。一邊係利物浦嘅焦慮、內訌同混亂，另一邊就係白禮頓嘅機動性、企圖心同上升勢。由戰術配對嚟睇，利物浦右路防守殘缺，再對住白禮頓一對非常強嘅邊路組合，呢場波好大機會變成一場入球大戰。而白禮頓亦係絕對有實力喺晏菲路攞到1分，甚至3分。首先講下賽事背景同戰略意義。作為上季英超冠軍，利物浦今季嘅跌勢可以話係出乎大部分人嘅預期。聯賽踢到而家，只係攞到23分，跌落去第10位，距離榜首阿仙奴已經被拉開到成12分，衛冕基本上可以宣布失敗。而家現實啲嘅目標都係轉為保前4同確保歐聯資格。但成隊波最大問題其實喺球場之外。沙拿喺對列斯聯之後公開批評球隊現狀，之後喺周中歐聯對國際米蘭，甚至直接被踢出大名單之外。史洛賽前雖然話會同沙拿攤牌傾清楚，但從一個外人角度睇，呢位埃及球王嘅鬥心、情緒同未來去向都充滿問號。再加上轉會操作嘅壓力，今季重金引入幾位新援，表現普遍未達預期。以伊薩為例，呢位前鋒以天價加盟，但喺聯賽到目前為止只係入到2球，被名宿舒利亞都公開批評，覺得佢踢到有啲似水貨。兩個邊閘新兵菲林龐同基亞基斯亦被指出未完全適應英超節奏，攻守兩端都仲係揾緊方向。對比之下，白禮頓就顯得好清晰。靴士拿延續咗前任迪些比嘅控球優勢，同時加咗啲德式壓迫元素，令球隊喺高位逼搶同反搶轉攻嗰一下更加直接。佢哋今季作客表現唔錯，而且喺最近8次英超作客晏菲路只係輸過1場。換句話講，嚟到呢個球場，白禮頓一啲都唔怕，甚至幾慣性有着數。今場最大嘅關鍵變數就係三線分復出。呢位日本國腳自從9月受傷之後，一直長期缺陣。佢而家回歸，基本上係針對利物浦防線最薄弱嘅位置，利物浦右路。喺靴士拿嘅戰術入面，三線會成為反擊核心之一，專門去撕裂代打右閘同中堅之間嗰啲半空間。喺戰術體系同關鍵對位方面，先睇利物浦。史洛主要用4-2-3-1或者4-3-3。問題係今場呢兩個系統都要面對兩個嚴重缺陷。第一個係右路，主力右閘巴特利要停賽，新援菲林龐雖然傷愈，但狀態同體能都未必夠，預期唔會即刻打正選。最有可能嘅安排就係用祖高美斯客串打右閘。祖高美斯本身防守 OK， 位置感唔差，但面對靈活變速快嘅翼鋒時，佢嘅轉身速度同橫向移動就會暴露問題。仲有就係佢幾乎冇助攻威脅。當祖高美斯踢右閘，利物浦右路進攻基本上會癱瘓，只能靠前場球員自己硬食1對1。第二個問題就係中場攔截力下降，防中遠藤航重傷缺陣，呢個損失好大。冇咗佢，利物浦要用格雲貝治加麥亞里士打去頂。
呢對中場雙核技術好，出波都幾乾淨，但硬度不足。對住白禮頓中場線上幾個好狠嘅逼搶球員，例如韋費亞同巴利巴，利物浦中路幾容易俾人穿過，然後直接攻擊後防。再睇白禮頓嘅攻守概念，香士拿嘅核心思想就係邊路爆破加快速轉換，佢會希望用兩邊翼鋒嘅速度拉闊同撕裂對方防線，再由攻中或者前鋒喺中路後上搶點。左路係三線分，右路係緬迪，兩個都係速度同爆發力出眾嘅類型。今場最關鍵嘅1對1就係三線分對祖高美斯。三線喺英超已經證明過，佢變速、盤扭、細緻控球都係頂級水準。面對唔係正宗邊閘出身嘅祖高美斯，佢好大機會得到大量1對1機會。如果哥拿迪要經常拉去邊路幫手協防，中路自然就會騰出更多空間俾韋碧克或者魯達利用。右邊嗰邊，緬迪會掛對利物浦左閘位，對手可能係基亞基斯或者係羅拔臣回歸。無論邊個踢，喺高壓之下都有機會喺身後留位。白禮頓兩邊一齊推上，配合中路後上，對利物浦一條轉身唔算快嘅防線係一個幾明顯嘅壓力來源。按照目前資訊，預計正選大致會係咁。利物浦用4-2-3-1，門將係艾利臣，後防4人線，右閘祖高美斯，兩個中堅哥拿迪同雲迪克，左閘喺基亞基斯同羅拔臣之間揀一個。中場雙裝係格雲貝治同麥亞里士打，前場3人線，右翼大機會係沙拿，視乎佢同史洛最終談判結果。攻中係域斯，左翼係路爾斯戴亞斯。最前面前鋒位置由伊傑迪基稍為領先伊薩，預期會正選出擊。白禮頓方面同樣可以係4-2-3-1，門將費保根，右閘卡迪奧古，中堅搭檔雲希基同鄧克，左閘係艾斯杜平蘭或者迪古柏。防中雙裝係韋費亞配巴利巴，右翼緬迪，攻中魯達，左翼三線分，前鋒就係老傷好韋碧克。數據同歷史交手方面，白禮頓近年可以話係利物浦嘅半個黑星。最近幾次對賽，包括2025年5月，白禮頓以3-2擊敗利物浦。再早少少，亦有幾場喺晏菲路踢到3-3、2-1呢啲高比分。簡單講，兩隊近幾次交手，全部都係大球打開，入波量相當可觀。而且白禮頓幾乎每次嚟晏菲路都可以揾到方法入波，唔會話完全俾人雪藏攻勢。近期狀態方面，利物浦喺聯賽5場只贏到1場，主場更加係連續3場唔勝。防線上失波偏多，喺英超前12名球隊入面，佢哋係其中一隊失球最多嘅。呢個對一支以防線穩定聞名嘅豪門嚟講，係一個相當刺眼嘅指標。白禮頓就相反，進攻火力保持住好高水準。韋碧克今季已經入咗7球，而且佢一向有強隊殺手之名，面對傳統豪門時特別醒神。唯一要注意嘅係，白禮頓喺作客比賽入局比較慢，唔少失球都係喺15至30分鐘之間出現。但佢哋下半場反撲能力極強，經常係後來居上，或者喺尾段追和追勝。傷停方面，兩隊都有幾個好關鍵嘅名字。利物浦最大嘅打擊，當然就係右閘巴特利停賽，呢一個直接導致右路防守出現真空，要靠客串嘅祖高美斯頂住。其次，加保缺陣令前場輪換少咗一個可以打邊又可以打中嘅人，進攻變化拉窄。遠藤航喺隊入面，令中場失去主要掃蕩屏障，令到對手可以更容易穿越中路去打後防線。伊薩就係另一宗麻煩，佢本身狀態已經低迷，再加埋有輕傷，上陣成疑，即使復出都未必係最 fit 嗰個版本。菲林龐同樣係剛傷愈，狀態同體能未必可以支撐全場高強度比賽，所以就算有機會出場，多數都係後備上場，唔會一開始就頂正選右閘。白禮頓方面，最大嘅好消息就係三線分正式復出，佢嘅存在幾乎可以用戰術級武器嚟形容，對反擊威脅有極大加成。
占士米拿亦都可以復出，佢對晏菲路環境非常熟悉，心理上絕對唔會怯場，可以喺更衣室提供好多無形價值。蘇利馬治則仍然上陣成疑，狀態未到十足，預料唔會被過分倚重。去到賽事預測同投注角度，表面賠率方面，利物浦主勝大概喺 1.67 左右，和局喺 4.1 左右，白禮頓作客贏波喺 4.6 至 4.7 左右浮動。呢組數字顯示莊家仍然傾向利物浦，但呢個主勝賠率並冇充分反映出佢哋防線漏洞同內部動盪嘅真實風險。考慮到白禮頓作客戰鬥力，配合利物浦今季神經刀式嘅表現，下盤即係白禮頓受讓或者入球大小盤，往往會比純粹博主勝更有性價比。如果用劇本方式去推演，上半場利物浦可能會利用主場氣勢搶攻，域斯同伊傑迪機會喺中前場製造一定威脅，但白禮頓會有意識咁用三線喺左路做反擊出口，牽制利物浦右路，唔俾佢哋可以壓到太上。下半場隨住體能下降，利物浦由攻轉守時嘅漏洞會放大。白禮頓一向習慣後發制人，佢哋好多入球都係喺比賽後半段出現。維碧克或者後備上陣嘅進攻球員都有機會喺尾段揾到入波機會。如果要用專家角度做建議，第一，入球大細方面，全場大3至3球半係有一定數據支持，因為雙方防守都有明顯缺陷，而歷史交手亦多數係入波數。第二，亞洲讓球盤可以考慮白禮頓受讓半一，即係半一呢個位。利物浦近期就算贏波都好難大勝，白禮頓絕對有能力喺晏菲路全身而退。第三，如果要揀隨時入波球員，韋碧克會係一個合理選擇，佢一向係強隊克星，專門喺大戰時企反出嚟。綜合以上所有因素，比分預測上較合理嘅方向係兩個，一個係2-2打和，反映比賽開放，互有攻守；另一個係利物浦1-2輸俾白禮頓，象徵住主隊喺壓力同內亂之下，再次喺主場翻船。對史諾嚟講，呢場波幾乎係許勝不許敗，任何失分都可能令佢喺更衣室入面嘅掌控力進一步流失。可惜就係，從戰術同狀態層面去分析，白禮頓嘅快，正正係利物浦防線慢同鬆散嘅黑星。晏菲路嘅球迷恐怕要準備好迎接一場過山車式嘅90分鐘。